来关心经济，中国索按稀土出口管制，美国就随宣布要甲中国加扣税扣700%。顶礼拜五，美国四大指数就跌甲吐吐，有专家预估，明仔载台股开盘可能会落超过1000点。台湾庆幸是，暗过国际局势所正无平静，受中国收按稀土出口管制，美国也要对中国扣100%关税加关键软体出口管制。消息一出来，引起美国四大指数70大跳水，道琼指数落将近900点，费半指数加台积电 ADR 拢重破超过6%。When you have news like the China trade surprise coming on, there is an amplified sell-off. 美中贸易战继续曾经清悬，暗过台湾的个人基金伫年假前一日宣布，因为川普关税至3次条款调查不确定因素也未平息，决定未退场。专家分析，13大股开盘收真恐惊都未过落盘的走势，暗过会比4月美国推出全球关税较长好。这种突发性的新闻会突然的一个下跌，因为大家会形成在前面15分钟的一个拥挤交易，就会创造出一个短线的低点，9点半之后指数就会慢慢的拉升。开盘的瞬间出现1000点以上的跌幅，目前的预期是会出现。国安基金仍然在场中，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天会伺机而动，去做一个安定股民信心的一个动作。专家认为，后续台股是不是看到基本信号？要观察13到14这2日，万一台股收不掉26000点，整体恐惊有长。除非就是时间拖得很长，那有一些突发的因素美中之间继续恶化，那这个可能就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。专家分析，若美中贸易战等利空消息出尽，加上10台积电发税，可提出比市场预期较好的营收成绩单，台股有机会搁重新行悬。中国扩大管制稀土出口，经济部有估对半导体制停无明显影响，会甲业者保持密切联络，应对市场情势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